今日細細嗰啲零用錢都去晒邊？用10幾蚊就可以好快樂㗎。嚟啦，七月八龍，幻影暴風機！玩來玩去都係得一招㗎。咩話？點會咁㗎？冇可能㗎喎！我會怕失敗嘅，既然咩都唔做就會失敗嘅，係咁不如豁出去算數啦，咁樣就算輸咗都甘心。哪一個馬達足以令你傾一檔產價？仲有30公尺，暴風超音過唔過到電動眼鏡成為新火連上先啦！暴風超音，新火鳥唔好輸俾佢啊！電動眼鏡成加油！仲有20公尺啫！哎呀！最後10公尺，全部過來！得咗啦！衝線啦！你要喺玩具店門口碌地，你老母先肯咪俾你。 Final Fusion Program Drive。Final Fusion！都幾10歲人啦，都仲未肯收手㗎。同埋自己嘅神。喂，做咩啊？自由高彈，點解佢會喐㗎？關閉空氣閘，通知總部，有人奪機啊！你係邊個？睇到。所以話以前少少錢買玩具就好開心，好過而家啲細路玩嗰啲濕膠垃圾手遊。所有啲咩粵語配音片，直接私信屌我或者主頁跟我啦。